大家好，我係菲菲，又嚟到 Unicorn Creative Limited 製作嘅2026年香港網上商店最前沿市場推廣課程第13堂。上堂我哋講咗 B Corp 永續行銷，希望大家已經做咗 B Impact Assessment， 開始計劃永續改善點子。今日第13堂我哋講超高階跨境策略，微博熱搜加亞洲社交整合，教香港品牌點樣用微博熱搜同多平台聯動實戰。微博係中國最大社交平台，2025年月活躍用戶超過6億，每日熱搜榜曝光量以億計。熱搜行銷靠話題營造、KOL 大節奏同付費推流，單個熱搜可帶來數百萬至千萬曝光。2026年亞洲社交整合趨勢，香港品牌唔單止玩 Instagram 加小紅書，仲要聯動微博、抖音、WeChat， 打造全網眾籌閉環，轉化率可升2到4倍。講到香港應用，2025年香港品牌喺微博曝光增長超過721%，因為大陸遊客同跨境消費者多用微博搜香港美食、美妝、旅遊產品。香港中小網店賣去內地或吸引大陸客，微博熱搜係最快爆紅方法。結合小紅書種草加微博熱搜加抖音直播，一條內容可以跨平台傳播，流量成本低，轉化高。2025年香港品牌用微博熱搜平均曝光升數百萬。例如本地美食或美妝品牌配合節日，如雙11、618，買熱搜加 KOL 大話題，單日流量爆升，網店訂單增長300%到500%。國際借鏡，奢侈品牌如 Dior 用微博話題加熱搜，中國銷售佔比大升。香港網店聯動小紅書筆記導流量到微博討論，再轉抖音直播帶貨 ，ROI 高達8到15倍。其實操作步驟超簡單，香港中小網店低成本玩微博熱搜。1. 開微博企業號，香港資源，綁定網店 link。2. 策劃話題，配合節日或產品特色，設計 hashtag 如香港 XX 必買。3. 走 KOL 加投熱搜，用微博熱搜推廣或第三方代理買尾部熱搜，曝光大成本低，再配合小紅書加抖音 KOL 大節奏。4. 跨平台聯動，小紅書筆記、微博討論、抖音直播、WhatsApp 網店落單。預算初階港紙3萬到10萬，單次熱搜加 KOL， 高曝光低單價流量。2025到2026報告，微博熱搜平均曝光500萬到5000萬，點擊率高，轉化率升2到4倍。香港品牌用全網整合後，跨境訂單增長200%到400%，ROI 輕鬆8到15倍，因為大陸消費者信熱搜加話題。2026年香港網店微博熱搜加亞洲社交整合係跨境爆紅關鍵，小紅書種草加微博熱搜加抖音帶貨，一條龍閉環，銷售自然爆。下堂講 WeChat 小程序加朋友圈廣告。之前第11堂已講穩定幣，第14堂會係 WeChat。開微博企業號，搜1到2個適合你產品嘅熱搜話題或 hashtag， 計劃點聯動小紅書或抖音，寫簡單大綱，做完留言分享。多謝收睇第13堂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Unicorn Creative Limited 頻道。下堂見，拜拜。